大家好，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上個星期加密貨幣市場經歷咗一次大地震，比特幣價格大幅下挫，資金瘋狂流出。到底背後發生緊咩事？今個星期又有咩位需要留意？我哋即刻跟住睇下。回顧上個星期嘅加密貨幣市場，真係可以用血流成河嚟形容。全球加密貨幣總市值由5月底嘅約24,800億美元一路下挫，去到6月頭第一週，迅速回落至22,000億美元區間。有分析指喺短短3個星期內，市場總值已經由5月中下旬嘅27,000億美元阻力位重挫咗約17%。呢個27,000億美元嘅位置，自從2022年以嚟，多次喺支撐同阻力之間轉換，具有極之關鍵嘅技術指標意義。作為市場大市風向標嘅比特幣，喺跌穿咗7萬美元嘅關鍵心理關口之後，面臨恐慌性拋售，單週錄得16.76%嘅跌幅。比特幣價格自5月31日嘅73,688美元一路下挫，至6月6日最低觸及60,921美元。有分析指呢個價位令到比特幣自2026年年初以嚟嘅累計跌幅達到33%，創下自2015年以嚟最嚴峻嘅開局表現，並且比較2025年10月創下嘅12,6,277美元歷史高位，足足跌咗大約53%。我哋跟住睇下技術面嘅具體情況。喺日線圖上面，比特幣已經連續跌穿咗20日、50日同埋100日嘅指數移動平均線。呢啲平均線原本係支撐住價格向上升嘅重要防線，但係依家已經反轉，變成咗上方強大嘅多重阻力區，大約分佈喺72,900美元至75,800美元之間。相對強弱指數，亦即係大家經常留意嘅超賣指標，已經跌到去18附近，進入咗極度超賣嘅區域。加密貨幣恐懼與貪婪指數更加係印出咗12呢個極度恐慌嘅數值，創下2026年嘅新低。呢啲數據反映出市場上嘅沽壓非常沉重，散戶同埋短期持有者出現咗恐慌性拋售。有分析指，短期持有者將超過53,800枚處於虧損狀態嘅比特幣轉移到交易所賣出，創下咗今年最大規模嘅割肉離場紀錄。除咗槓桿清算，上個星期市場面對最大嘅結構性壓力，就係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出現咗史無前例嘅資金淨流出。有分析指喺連續13個交易日入面，美國現貨比特幣基金總共流失咗高達44億美元嘅資金，單喺5月最後一個星期就流出咗16億7千萬美元，創下咗自從2024年推出以嚟最長嘅連續撤資紀錄。當中規模最大嘅貝萊德基金單週就失血接近10億美元。至於灰度基金亦都流失咗大約3億美元。有分析指，灰度基金因為收取高達1.5%嘅管理費，遠高於其他競爭對手嘅0.2%，所以成為投資者喺避險拋售時最先開刀嘅對象。點解啲傳統機構投資者要急腳將資金抽走呢？呢個同總體經濟環境嘅改變有絕對嘅因果關係。美國最新公布嘅非農業就業數據非常強勁，加上通貨膨脹率依然處於高位，令到市場對於美國聯儲局喺短期內減息嘅期望大幅降低。當美國國債息率維持喺高位，傳統機構投資者就會傾向將資金轉移去呢啲有穩定利息回報兼且低風險嘅傳統資產。有分析指，5月份美國債券交易所買賣基金創下高達640億美元嘅歷史單月資金流入，表明機構投資人正積極鎖定無風險報酬，自然就會放棄好似比特幣呢類完全無利息回報嘅高風險資產。另一個引發市場極度恐慌嘅導火線，就係全球持有最多比特幣嘅上市公司 MicroStrategy 突然打破咗佢哋只買唔賣嘅神話。有分析指，呢間公司喺5月26日至5月31日期間出售咗32枚比特幣，套現約250萬美元。雖然32枚比特幣相對起佢哋持有高達83,674枚嘅總數量嚟講微不足道，但係呢個動作喺心理層面上俾市場帶嚟咗巨大嘅震撼。點解佢哋要賣幣呢？原來係為咗支付佢哋發行嘅優先股現金股息。
該公司發行咗大量優先股同埋可轉換債券，當中有一隻代碼為 STRC 嘅優先股，需要支付高達11.5%嘅浮動年利率，每年嘅現金股息支出高達16億美元。由於佢哋傳統企業軟件業務收入不足以應付龐大利息開支，美元準備金賬戶亦只有9億美元，所以焗住要變賣少量比特幣去填補資金缺口。呢個消息傳出之後，市場即刻出現恐慌 ，STRC 優先股價格一度急挫至95美元以下，實際值利率飆升至12.15%。市場憂慮佢哋會陷入被逼大量拋售比特幣去還債嘅死亡螺旋。分析完上個星期嘅宏觀環境同板塊動態，我哋跟住睇下今個星期嘅走勢預測同埋操作策略。今個星期我哋首先要密切留意嘅就係美國現貨比特幣基金嘅資金流向。上週後期已經見到13日嘅淨流出紀錄被打破，單日錄得305萬美元嘅微幅淨流入。只要今個星期見到資金淨流入持續放大，就係一個非常強烈嘅見底反彈信號，代表機構投資者已經完成獲利回吐，重新入場吸納。喺技術走勢方面，比特幣下方最關鍵嘅即市防線喺62,500美元附近，如果呢個位守唔住，下一個重大實體支持位就會落到去59,058美元，甚至55,770美元。相反，如果大市氣氛回暖，上方嘅初步水平阻力位會喺65,103美元。要真正確認跌勢結束，比特幣必須要強勢突破並企穩喺72,874美元嘅20日移動平均線之上。今個星期可以多啲留意宏觀經濟數據嘅變化，例如美國原油價格走勢以及地緣政治局勢，呢啲都會間接影響全球避險資金嘅流向，從而左右加密貨幣市場嘅短期表現。記住，投資唔係賭博，保持良好嘅心態，做好風險管理，先至可以喺呢個市場穩中求勝。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